哎呀，马大人您请坐，司仪请坐。都是自家人，越随便越好啊。司仪，这他说是一家人，那就是一家人了，是吧，大人？哎，怡姐，快给马大人、胡司仪上茶。哎，哎呦，哎呀，怡姐真是美若天仙，阅历长河呀！啊，先生请用茶。怡姐这件衣服真好看啊，是你自己做的？啊？哎呀，怡姐生气的时候都是这么妙不可言。大人别见怪，小女士让我给惯坏了。不，你不懂，我喜欢她，我就喜欢她这样。公办大人，还是我来说吧。对，你说啊。通判大人，哎，通判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随便看看。哎呀，快谈正事儿啊！对，谈正事儿。对。王老爷，我就直说了吧，马大人是百里挑一的，他相中了您的女儿王一姐，想收她做五姨太，银子您就别发愁，您看定金就这么多啊！王老爷，您看怎么样？这些画都是给你画的，我的画你也见过。这是我给你写的几个字。诸位大哥，哎，梅子，快起来，梅子，我们大家该尽力的都尽力了。可我们都是一些平头百姓，没有办法马上把你救出来。皇甚要我们同来做这些字画，我想这意思你一定明白。梅子记住了，梅子一定好好的活下去。花钱没能赎出你来，依我看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跑了。不行，前几天有个姐妹跑了，半途就给抓回来了，今天就卖给了人贩子。那他们不会逼你接客吧？他敢！大清律令严禁娼妓。他们要真是那么做，梅子，你一定要守住啊！对呀，梅子，要真是到了那一天，我们几个就是拼了性命也要保护你。诸位大哥，我给你们弹支曲子吧。老人家，那个教书先生郑板桥呢？
上午来了几个画画的朋友，好像是说进城去红月楼看一个刚来的梅子姑娘去了。这1000两银票，你先收下。哎呦，这个马大人实在是高攀了。这个行了，别这个那个，明天就到银库啊去提银子，错不了。快把你姑娘叫出来吧。女儿，一姐。一姐。人呢？一姐，他不在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他不在了。他又不是老鼠，怎么会不在了呢？啊！哎，找到了，他在那儿。哪儿呢？在哪儿啊？他跑了，马大人。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这事儿好办呢，咱们价钱和王老爷都说好了，王老爷不会不认账的，是不是，王老爷？是。马大人、四姨，你们先请回吧。等我女儿一回来，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。啊！哎呀，马大人别着急，不就是晚2天吗？先回去。不行，我今天就要见他，否则我就不走了。哎呀，你不听马大人说了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你女儿找回来呀！是，马大人，四姨，你们在这等一会儿，我就去把我女儿找回来。是，快去呀，快去吧！哎呀，别着急啊，别生气。你在这儿好好看着。好嘞。等等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先生，请问刚才有一个姓郑的先生和几位秀才来看梅子姑娘吗？你找他有什么事啊？求求你了，麻烦您转告他，我是他表妹，我有急事找他，求您了。好啊，你等着啊。请问郑先生是谁呀？是我。你的表妹找你。在这儿。你怎么了？表哥，怎么回事？走，咱们到那边去说啊。走。快说说什么事儿啊？我爹把我给卖了。卖给谁了？卖给通判马三贵做武姨太。马大人和胡四姨还在我家等着呢。这个老色鬼，他都娶了几房了，还拿你的主意？你这个爹呀，只认钱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那你先赌一赌吧。可我躲得了今天，躲不了明天呢。要不然，表哥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我。什么办法？现在只要有一个人能娶我，我就解脱了。现在，谁能娶你呢？你。我？表哥，我知道我们从小两小无猜，
喜欢我，我也一直喜欢你，你说是吗？这可不是一码子事儿。那表妹为妾，板桥不该有这非分之想啊。表哥，我这回不是因为别人逼我才求你娶我。我喜欢你，我愿意伺候你一辈子，就是粗茶淡饭，我也愿意。表哥，我愿意。表妹，